几多年路上嘅口貌事业，唔过唔知按样嚟做喜事。同样有三妹係行業嘅後生嘅，而能各自有目標用嘅事業。有人係服裝店頭家，有人係測試師傅，也算自信軟體設計人員。唔過，而呢都有咁樣嘅想法，都想去團結家能擺創業遇到嘅問題及困難，分享提供本想去創業嘅人來參考，安尼大家可能會行一個順勢。2年前，伊呢係簽到一間店嘅，除了提供創業資訊，還本人去實習。此開店嘅一張嘢看下先，從天加拉火絲水天總款唔是錢，向下來看下先。这是新的那个菜单吗？菜单，这个哦，这个是叫什么？花生酱啊。哦，对，这个很厉害啊。一群人始終共下討論菜單，試試新嘅菜色。其中阿婆認真為佢傳糖嘅，嗰數佢當地嘅準備同練習。唔過做成營業之前，佢係一個乖去演同負責。一開始是先從跳舞，然後到後來工作就是到歌仔戲，對，然後就是歌仔戲，它是就是表演這個行業其實只是看起來光鮮亮麗，對，但是其實它的收入並沒有到這麼好，對，然後我會給自己一個期限，所以就想要再另外找另外的出路。上等愛揾拍空條路，自細就同學做料理嘅佢，家庭外來開傳糖。唔過冇乜嘅自己，又係頭一擺創業，頭下馬未去讀到遇到困難。因為我對於就是要創業這件事情蠻衝動的。就直接決定我就想做了，然後碰到一些困難，然後不順遂，然後剛好朋友介紹，然後認識了這邊的人，對，然後那提供了這個場地。阿婆講嘅場地就係亞間現生面工坊，也特別免費提供空間、水電，本想為創業嘅人此開業一陣嘢，參前了解用為重要，未去克服可能會遇到很多乜嘅困難。我覺得差別是。可能一開始創業，你可能要 hold 的東西會很多，但是可能在這個地方，我剛開始器材呀、場地都有了，我不用去擔心那麼多，我就只要專門往餐點的部分去摸索。那這個地方就讓他們就是報名，然後讓他們使用這個空間，然後就至少他們不用說我想創業，可是。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我去租店面又要裝潢，那省去了這個，當心裡沒有什麼壓力的時候，我覺得他做事好像會比較輕鬆。亞間工坊係三名客家青年向下票下來嘅，分別係專業嘅測試師傅阿康，佢服飾店嘅調價小樂，還個做自信軟體設計嘅主演圖。也到7-8年前，就是票下一間本地嘅房嘅幼稚園成立聯合辦公室，3-4年共有7家嘅炊事，從地備有關陶冶菜體嘅雜誌。那時候我們在幼稚園的時候就有做過雜誌，然後這雜誌就是報道桃園境內的一些文化、愛啊、關懷啊、流行，然後可是沒做好，因為那是自己出資的，可能那時候覺得自己可以做。後來發現2-3期以後，財力也有問題，就停止，就沒再做。學校認證財富有困難，房租又老又資源受到爭議，3-4年就各自去拼事業，一直到2年前加到大嘴鼓，直到對台灣創業環境都有想法。因為遇到嘅後生人想為創業，漸漸唔啲有量，啥做失敗嘅，嗰時加到想為開一間創業工坊，同客家同仁來提訴。那所以我們在創業的時候，其實真的就是有遇到很多樣的問題。那有的時候就覺得說，如果當初有一個前輩或是有人能夠跟我們分享一些東西，也許我們就不會走錯或者是做錯。現實面會成立某種程度，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有錢人，對，所以我們懂窮人在想什麼，然後知道窮人真正需要是什麼。其實有時候沒有錢的人，他需要的其實不是錢，他需要的是人家去支持他，去跟他一起做一些事情，或是跟他一起分享一些事情，讓他有動力繼續走下去。唔單
창提供空間，也條三沙嚟會用自家嘅專業嚟同也條好嘢天數。將阿康為做目標，就同就會開業嘅阿婆世界全堂中風。啲工坊都好，沒有一個夢想教室同工期，連雷沙切割機器都免費提供。那有了工厂之后，大家就觉得，当初有一种类似像工具图书馆，就是我们把不常用到的工具都放这边，那只要有人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当做像图书馆租借。因为譬如我买了一个很大的工具，可能我1年只用到2次，可是别人1年可能也用到1、2次的时候，他就可以过来借。那借这样子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物尽其用。工坊從2006年28年來開放本有時有嘅年過後，已經有學員順勢地諾貝開業咧，仲係對業業專做皮件設計嘅哥哥，就特別對台北嚟到桃園市開墾啦。可是因為我本來在台北的這個環境裡面，就是說它的不管是店租金啊或什麼，其實成本都比較高。那我一開始自己做皮件，你知道要敲敲打打什麼，我只能在我租的地方。其實這樣還是會有一點，就是會影響到鄰居這樣，所以我就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工作室。實施1整日的時間，哥哥唔單止有嚴清嘅空間做嚟專心創作，未啲也當面認識各行各業嘅人，看到行卡多冇共用嘅面向，安尼創業一條路就唔會按故事，未來咩希望，佢自家有能力咧做得天數其他人。現實面，我覺得就是他除了提供我一個創業之前的一個準備的空間和管道以外，就是你在那邊可以認識很多人，對，你會知道有很多在每個行業努力的人。我覺得有能力的時候，就是也幫助那邊，就是讓他可以至少讓他繼續營運下去。錢當然是大事啦，不過因為我們本身都還有做生意啦，就是我們這些錢的話，我分擔下去是稍微還過得去這樣子，對啊，就是其實最主要。大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舞台。自家創業有嘅成績，家條無認真按用就滿足嘅。也上尾創業嘅前輩，用家條嘅愛心同創意，去牽線行卡多嘅後場嘅。